江山过台湾，无半点钱，三忙打遍江山港田。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罗斯福。我是土生土长、道道地地的客家人。客家菜一等好食，赶快带你进入罗时丰的客家本色。来料啊！嘿嘿。当我要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啊？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爱唱歌最重要一个原因，其实也是爸爸的影响蛮大的。平常没事就唱啊，哎呀，小时候好奇怪，时间比较多啊，很无聊，反正。没事，音乐一放就跟着唱，或是看电视也唱。对，但就是从小就没有想说，我自己长大我要成为一个歌手。刚好那时候台视有一个歌唱比赛，然后他就把我们几个同学就带去面试。当天我记得有7个同学去，很幸运的就只有我一个通过。他就叫我下礼拜来比赛，经过1个礼拜我就去比赛，然后那个礼拜比赛，我很幸运就得了第1名。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这首歌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已经先出了。他是林淑龙跟李茂山首先合唱的，而且在那边非常的红。但是淑龙姐在台湾跟我是同个公司，李茂山在台湾是跟我们是不同一家公司。我是第1个飞林唱片公司的一个男歌手，肥水不落外人田。当然是留给自己歌手唱。他真的是，我是觉得他的运气很好。为什么？他刚进入歌坛，第1张专辑就是这首歌就让他红了。我们就想说啊，他是一个新人，可以吗？可是我先听他的声音，因为我们录的时候不是一起录的哦，我们是分开录，所以老师有给我听他的声音，我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人。然后听他的声音，我这声音很棒哎！我以为这个人可能已经有30几岁，他听他的声音。后来他们说没有，他只有18岁，而且他刚学校毕业的。他那时候在新马非常的红，他只听过说有个罗时丰这个小子唱的还可以，然后跟他合唱，他没有见过我的人，他就想要留在录音室看一下我啊，对啊，看我到底长得是猫是狗。就看到我以后，他觉得非常的失望。刚开始跟他合唱的时候，我们上电视，其实唱情歌那时候都要说什么四目相交，对不对？对眼睛对望着，这样对唱情歌才有那个感觉。因为我年纪小，我又腼腆，我就不敢注视他的眼睛。那往下看呢？看他的牙齿，我又会笑。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因为他牙齿比较薄。他说：“师傅，那是我的特色。”奇怪，我们唱情歌，你为什么不看我的眼睛？他不肯看，所以他每次都不看我额头，就看我的牙齿。然后他看我的牙齿就笑一下，我都会笑场。我平常都很，我每次唱歌都很投，人家说我唱歌都好投，很有感情那种感觉。他每次一跟他唱这首歌，我就没办法，我会笑场。有时候他的他一笑，我都会忘词。有一次我就忘词了，全部都在笑我。没有很红啊，只是在歌坛奠定了基础啊，一直陆陆续续出很多台，但是就反应都还很好。但我觉得
有一首歌让我抓到不同层面的一个听众，那首歌叫《茫茫到深更》。真茫茫茫到深更，醒来看无在身边，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这张专辑卖得很好，那时候其实唱片市场非常的活络，那时候盗版没人要买，人家盗版的那个量就没有像我们早期无恙结局可能是1比20，正版卖1张，盗版的卖20张，10张20张，以前是这种比例。我那一张正版就光正版就卖100万张以上，我曾经有2张专辑是100万张，对，一张是休假恰利华爱，一张就是茫茫到深更。那时候非常的好，那时候其实不管很多歌手，任何一个歌手出唱片都很好，都卖得很好，因为整个景气、整个市场都很活络。几落摆，当作无熟悉，实在不应该。不应该，我爱你在心内，不敢讲出来，不敢予人知。想看覓，你想看覓，我對你怎樣關懷？你的心意，我也不是完全不了解。这首也是啊，在秀场那时候出来，然后那个碰狗也是啊，这时候啊，常常在后台那边，一天几落摆，你当作无熟悉，我的。对，然后说哎，怎么这样？对啊，然后那个秀场有个经理外省人，他就是哎，你很没水准呢，那是把歌唱的这样子，他后面还骂人呢，你怎么样呢？你要不然你也唱成国语的嘛？唱国语要怎么唱？对，见你好几次，你当作不认识。那是你。早期黄连玉那些歌，应该照来讲是我唱的。对啊，他写的什么那些多金呀啦那一些，多金好像陈升写的，他甚至有写了一些客语的东西。那时候他找我。西梅安江，西梅安江，亲像一蕊，这台语啊。西梅安江，西梅安江，就像个一枝花，拍拍嘅牙齒，風風嘅嘴唇，木珠啊背空發。一出唱片，你在电视上出现，就开始有人会找你出来做秀了。有一些人想说，能够亲眼目睹一些歌手现场唱歌、聆听，或是现场能够看到你这个人，所以那时候就形成了有这种西餐厅、歌厅的那种文化。其实那时候秀场还很盛行啊。我出道的时候，我还有抓到秀场的北风，就东南西北风，我还有抓到北风。有的人更惨，只抓到北风尾。以前在秀场唱的歌都是我的歌。含着眼泪，金赏，也莫名其妙就真的就得了金钟奖。来自苗栗的客家孩子罗斯峰，他畅谈起和偶像雨天一起在秀场合作的风光往事。然而，他自身搭上了秀场文化北风的罗斯峰，在秀场没落之后，他到底又该何去何从呢？然而，他又是如何拿到金钟奖的最佳主持人奖？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将在本段节目中与您分享。一出唱片，你在电视上出现，就开始有人会找你出来做秀了。你只要有在电视上出现过的一些艺人，应该唱片公司都会请你去表演啊。而且我们又是歌手，歌手当然唱片公司不是秀场老板一定会请你去啊。以前秀场它是前面几个驻唱的，就是纯粹唱歌先热闹一下，开场一下，然后慢慢就有主持人。
主持人也是要想东西，譬如针对你这个艺人，他就想一套来访问逗趣，让观众除了听歌还很开心，忘掉所有的烦恼，然后很开心，哈哈哈，回去还会聊什么什么，是，然后后头甚至有些到后头还会有一段短剧，或者是甚至更好的剧，那个剧有时候要排很久然后所有的整档的演员通通加入进去，等于把这个演艺圈里头团结成好像一个小家庭，组织成一个小家庭。因为每个人，如果你相处久了，就会慢慢那种感情就会加强，会深厚。那以前的秀场最少也是1个礼拜，大概有10几个演艺人员，然后同台，然后每天都在一起，就是住同样的饭店，站同样的台，在后台也是都打成一片，所以那种感情，自然而然它就非常的深厚牢靠。重点他妈妈就跟我讲，石峰啊，我跟你讲哈，后礼拜伫迄个台南热城西餐厅啊，累吧，要走啊？没有，我记得我那时候联美歌厅1天4000块，他说爱的热城8000好不好？我懂了嘛。有一天就在歌厅就碰到，然后他自己跑来自我介绍，我是罗世峰。我说有，我在电视上看过，你声音很像。我从一小就听你的歌长大。我说我爸爸也是你的歌迷。我说我所有的歌几乎他每一首都会唱，所以你说我会不会特别关心他？我一定特别关心他，因为他所有以前在秀场唱的歌都是我的歌。然后我每一次到跟他同档的时候，他就讲，刚哥，这个秀你会不会唱？我说不会，好，你去唱。他就是看我的。秀场因为是不像说譬如说演唱会，你1年顶多是办个1次2次，已经算很多了。可是秀场是，可能1个月就轮回来了，就轮回来老地方同一个台站。所以你的节目必须要翻新，这样每一次1年要轮流几次，然后去想着脑子，去动脑去要想节目，这就是一个对本身演艺人员他必须要自己本身去承受的，不像上电视说，剧本写好了，然后让你演什么就演什么，不是，是我们自己要去想东西，怎么在台上去表演。当然有一些会比较稍微自命清高的，我就是歌手，我就是要好好唱歌，对不对？你叫我演戏，哪可能演戏，对不对？怎么有可能？我是歌手或者找有一些艺女歌手、艺女红星，把你找他去，他也是表现主任访问他吃他豆腐什么之类的，很有可能，比如说这档秀，比如于天一大哥说他里面欠缺一个角色，找谁？他不可能，就是找一些不适合的。我说我等你等一下那个怎么样，我们上去就演一下，搞一下。于大哥唱歌唱完，然后主持人出来访问他。于大哥不是大哥嘛，对不对？然后比如说访问他讲什么你讲这什么？你要来讲什么？无啦你慢慢当作你是大，你就安怎了哈？做迄个桥段你搞唱对哦，我凊彩叫一个嘛，我都唱甲你同款安尼，有啥人教我唱同款安尼，对不对？来，我就出去了。你唱一个，你唱在唱野歌，唱好一听，音乐就下，含着眼泪，带着微，大哥也在后面。也是跟着客家山啊，摘茶爱摘两三皮哟，3年咯，3年莫摘住了你哟。于大哥就摘菜，真的，我个老爸饭来摘菜的。很多演艺人员是经过秀场之后，你看现在
的节目主持人啊，比较出色的，其实都有经过这些秀场，胡瓜啦，这个张飞啦，诸葛亮啊，增加他自己本身的这种经验，在有时候在，尤其主持节目，在台上你会临时这种机智的问答，然后这种幽默怎么去处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校没了以后啊，开始流行那个工地秀，那时候就比较有空余的时间，电视台找我们做一些除了歌唱之外的一些，包含比如说主持，叫做金赏，三顾茅庐找，还拿袋子给我看，然后我说但是我真的不会主持，不是我不答应，我是真的不会。他说没有那么难，真的很简单，就是袋子给你看。那时候刚好，本来那个节目是小哥跟叶爱玲叶姐，突然叶姐身怀6甲，到美国去生小孩，巨星可以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烘托，他就变成一个巨星。那主持人真的是要日积月累，你要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开始当然就跟着感觉走了，对不对？反正是小哥会带嘛，就跟着他走。那小哥其实，你看他在秀场的时候，主持人说真的也没什么效用的，不是我的意思，因为他自己会，他自己的one man秀，自己一套表演出来就很好笑。你主持人真的在旁边说对了有真的就是这样啊。小哥就自己就一直给拍，一直讲，他讲笑话什么。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你好，这种新搭档，哎呀，嘿啊，听到你唱歌好滑顺啊，干么？歌喉都是歌喉呢。哎呀，我唱歌又来又远。不是，这就是要跟控制啊！我当伤大声，我就伤细声，那就歹看。家具无款容光焕发，请技术西装呢？哦哟，这么上流行哈，很有女强人的那种味道。谢谢，安尼啊，真歹势。哇，真正小哥嘛，足厉害呢。正够找人啊！伊大概拢找袂到你。顶边嘛是迄陈小云伫电视顶啊讲，哎，他就回来了。哎呀，我听讲心脏喊话，也莫名其妙就真的就得了金钟奖。是你让参赛的有小燕姐、飞哥、碰谁都大咖，结果竟然让我们得到。你像这个他们真的被骂死了。那一次真的就碰到他们都觉得哎呀，这很不好意思，很奇怪，很多节目好像得了金钟就开始就是真的就送终了。本来节目都做得好好的，对啊，那节目本来收视也很好，形态也很好，大家很爱看。就突然计划说没有就没有，对啊。然后你如果要害一个人，你叫他来投资唱片，拉我进去那个人就拐了1000多万。这件社会事件，整个演艺事业就稍微停顿下来。家庭事业两得意的罗斯峰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后，他自己的心得竟然是：如果要害一个人，那就叫他投资唱片。这段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斯峰的演艺生涯竟然遭遇到空前的低潮。当提到妈妈在背后的支持时，客家孩子终于不再给了。让我们看看罗斯峰在镜头前的男人真。很奇怪，很多节目好像得了金钟就开始就是真的就送终了。本来节目都做得好好的，对啊，那节目本来收视也很好，形态也很好，大家很爱看。就突然计划说没有就没有。其实那时候也很多节目找我主持，包含我知道就是有一些歌唱节目，我就比较没有兴趣，想学啊，想要去参与这一块。说你不要那么执着，那客家人就是这样，硬讲的精神，有没有？应景的精神啊！你认为你要这样就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去多尝试呢？那我总会认为好像，我是歌手，我就要好好唱歌，我就要唱到老。但在台湾这个环境不像国外啊。我那时候就是想，我自己成立唱片公司了，我自己做，我会赚很多钱，主持不
不要了，而且那又不是我的专行，对不对？啊，那不要，那没兴趣，我好好的做我的专辑，做我的唱片。你如果要害一个人，你叫他来投资唱片，因为那个年代太好了。很多旁边一些有的没有的就开始怂恿你，既然唱片做得那么好，对不对？就自己出来开啊，自己当老板啊。有道理啊。对啊，就不用跟唱片公司分啊，直接全部都自己的。哇，100万张如果全部都多少钱呢？想，就有这种天真的想法，没有经营还好，你一旦投入进去以后。怎么失败了都不知道，好的时候不让我碰到了，所以我要做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唱片经济就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然后刚好就电视媒体就开始变多，不是3台4机，还没做我就被拉我进去那个人就拐了1000多万张，啊，你公司你也租下去，你什么设备都买了，什么都弄了，你就不弄吗？每天上班你都要付薪水啊，对不对？开门就要钱啊，一样啊。对啊，那你开门钱，那你没有你唱片这一块你没有收入啊，公司没有收入啊，对不对？那你当然就拿自己的去赌。之前你可能卖100万张的，100万张，那你可能现在就自己做了以后，你的这个宣传的做法，你可能也没那么熟悉，通路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这数量可能就会比例上可能就会变成1成。那么那时候也就刚好发生一件大事，一件社会事件，整个演艺事业就稍微停顿下来。停了大概1年吧，那唱片公司也收掉了。你可能。别人想要去把你拉下来，你如果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才能，别人怎么拉也拉不下来。那你如果自己要搞自己的话，就要下来的几率就很高。我们都叫他大牛嘛，他这个人蛮憨厚的，看起来，蛮憨厚的人哦，点的人拢会吃三碗公，他也是很特别有那个女人缘，很奇怪的。不晓得是女孩子特别喜欢他这种公，吊滴的人。我唔知讲伊点吃三碗公的人，私底下伊有当时哦，伊说起来拢有时候老实讲，伊还个比我还厉害。男人啊，做错事总是有的啊，但是一个公众的人物，当然媒体就用放大的角度去看待。我知道他那一阵子是很难过，最主要就是说他老婆有没有挺他，然后这是重点。如果老婆随着这个媒体在起舞的话，那我相信他已经受不了。我在家里大概有1年不太敢出门。我甚至就出国去散心，跟家人，跟我老婆而已。然后要不然就顶多到朋友家坐。那一次当然就是我自己不对嘛，爱玩嘛，对啊，不小心，对啊，那就造就了家人不方便，就一直觉得对不起家人。妈妈当然，她一直想要跟你讲，一直想要念你，但是她总觉得说我这样讲是有点去唠叨你，那重点她也觉得这样不对，哇，那这个花钱那么多，然后很多事情你做这个事情都不对，但她总不希望这样唠叨。那尤其发生事情之后，他总是默默的在支持着你。再怎么样，我是他的小孩，我是他算是最疼爱的小孩。
对我妈很抱歉的就是，她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常常就出去外面玩啊。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她也跟我一样躲在家里躲很久，也是不敢出去，总是觉得好像出去就会被人家讲话，妈妈的那种荣耀感都没有。所以妈妈以前可以很光荣的走在路上，跟她的朋友在一起。那她现在事情发生之后，她总是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写？这个小孩，妈妈拍摄了哈。之前，本有办法找新的配嘛，最近较歹势，当然，希望无上安度，儿孙自有儿孙福，这个过得快乐，欢喜就好，莫上安度哈。他们两个，你看结婚也很久了，10几年了。演艺圈里头要10几年，其实也不简单。现在能够维持这样子，要好好把握住。这个老婆是听你的啊，大了不要再假赏花公啊，吃1碗就够了啊。赏花公有时候吃太多也不一样，血压会上升啊，自己注意身体啊。你日子还是要过啊。对，你总不能就这样就不出来了吧？那你除了歌唱方面还有一点专长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对，所以你还是要走下去啊。这件还没发生之前，真的可能罗时丰3个字，它就是10万起跳。但事件发生之后，只有变1万起跳。甚至5000起跳，那就有距离了。你就觉得你无形当中，你在你生命当中，你就浪费了很多机会。现在你会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好好去把握。从前只想专心于歌唱表演的罗时丰，推掉了很多的主持和演戏的好机会。他形容这是自己的客家应景精神。然而经历过了人生的低潮，罗时丰做了什么样子的努力，竟然让干爹于天要倒过来叫罗时丰为干爹呢？客家孩子罗时丰经历了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事件还没发生之前，真的可能罗时丰3个字，它就是10万起跳。但事件发生之后，只有变1万起跳，甚至5000起跳，那就有距离了。你还是要走下去啊！所以那时候，我还算蛮有福报。我现在停了1年，但是还是有一些唱片公司还愿意做我。假使到一天你要离开，我会不甘，将目屎流干。不捌讲爱你，偏偏是失去才知听。无你踮身边，想要将你听认命。不捌讲爱你，时间若替我倒退行，我心甘情愿为你吃苦替你听。蛮不得了，这些唱片公司哦，愿意冒这个就亏钱的这种风险啊，去帮他出唱片啊，可见得他确实有这个实力在。我的实力是说，他可能跟唱片公司有什么默契吧。像我，你看我自己本身出道这么久了，我的歌唱实力也不输他。像你目前这种唱片景气来讲啊，
说真的，做唱片对我们这种资历比较深的人来讲，是在延续生命，延续歌唱生命。只是让你觉得你好像有保持在线上。哎哇，出道那么久了哇，还有每年都有出片，啊，就一直在线上，那延续我们的生命。那么就用歌唱、用出唱片这个方式，让我们在演艺圈就能够更活络嘛。我出道40几年了，他可能还没有我那么久了哈。那我希望他能够维持像我这样子，这是我这个衷心的这建议哈。等你出道到48年或者50年的时候，如果你还跟我这样子的话，你干爹哈，再倒过来叫你干爹。你看，譬如我现在，我今年已经65岁了，还开演唱会。等你到了65岁，看看你能不能跟我一样，再开个人的演唱会，让干爹看一看。其实那时候说真的，也有很多节目找我，其实就是自己走不出去。那我就觉得唱片还是我的本业，是我最大的一块。你说我去演戏去主持，我觉得那个跟我不搭嘎。我有一阵子其实那个心态也是很自己没办法去适应。我怎么会现在跑去演戏？以前人家找我演戏，演戏是神经病，累得要死。以前主持，我就不会，那不是我那一块。因为就觉得你无形当中，你在你生命当中，你就浪费了很多机会，损失了很多机会。现在不是啊，现在你会希望有机会的时候选择 OK， 好好去把握。金木呀，阿广是你的老公。阿庆，你跟他们说你是我的老公。金慧，你的老公是我哥哥阿广。不要，我不要嫁给他。阿广才是你的老公。金慧，你能爱我吗？对不起。那我后来抱着那个我的态度就是，真的是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就尽量像什么，对啊，你就好好的把它表现好。哇，没想到你也开始模仿，而且他模仿不是模仿一个，可以模仿很多，而且都模仿得很可爱，很像。我觉得他真的是，哇。你说表情动作，他也是真的是很用心，人家的举止什么，他都真的是很深入。我们去美国去表演，哇，那他在台上表演了，哇，好几个艺人模仿，我觉得每个都很像那可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阿给他，他那个坐椅子那个动作，哇，那个模仿的超可爱，全场笑到爆肚子那我们没有经过这种黑暗时期，就不会知道这种光明的可贵。所以，自从我们开始又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之后，真的就
就去珍惜。时间过了那么久了，我觉得这几年我也是努力的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有努力的经营，也看到我妈妈的快乐，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对妈妈非常孝顺，她到现在还是要妈妈跟她住在一起，她看得到、照顾得到，家人是很团结嘛对啊，我觉得她跟家人都在很好她可以处得很好，兄弟姐妹虽然大家都成家，可是她跟大家都处得非常好。勤俭的，其实他蛮勤俭，然后他其实也蛮节省，这其实就符合他客家人的这个个性。那以我个人对罗时丰这个小孩，其实他永远不会变坏。以他的个性来看，就是叫蛮安分守己。一个人做人就是安分，尤其在演艺圈，能够安分守己的人不多。那他有这个个性，那我向你永远这样维持下去，安分守己。现在会去享受生活，我觉得以前的享受是个人享受，自己觉得很好玩，但是人家觉得你这样是很放肆、很浪费。那现在这种享受是你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享受。阿妈，你今嘛伫倒位食客家菜啊？我来介绍你客家本色客家菜啊。经历过五光十色的演艺生活，罗时丰回味着记忆中儿时最淳朴的客家味道，还有罗妈妈独具巧思的创意菜肴。客家男人罗时丰说：“现在我才真正开始懂得享受生活了。”想知道罗时丰的生活秘诀是什么吗？更多的客家好味道，客人欢迎光临，我们一起来尝尝吧。现在会去享受生活，我觉得以前的享受是个人享受，自己觉得很好玩，但是人家觉得你这样是很放肆、很浪费。那现在这种享受是你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享受。欢迎来到罗时丰的客家本色哈。我今天带各位进来就是要介绍各位小时候的记忆。小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感觉过年的时候，亲朋好友从北到南，大家一起回到家里，然后大家一起享用美好的客家美食。但是可能最累的就是我妈妈，她必须要准备很丰盛的这一些菜肴来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能吃到妈妈做的这个菜，那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幸福那所以我一直也希望就是说把这种妈妈的味道，把这个客家的这一些菜肴能够推广出去。阿妈，你今嘛伫倒位食客家菜啊？我来介绍你客家本色客家菜啊。如果有来到客家本色，我第一个点的就是豆腐乳鸡。小时候我们不太吃鸡肉，就是2只脚，再怎么大盘，再怎么好吃，放在那边，哇，白斩鸡，我们小孩子奇怪就不吃。妈灵机一动鸡肉，然后混合这个豆腐乳，然后一起炒，就没想到这种做法竟然能够抓到小孩子的胃。姜丝大肠这一道菜我小时候真的很少吃，总认为大肠臭臭的，它是大肠里面的中段，然后中段它就比较不用经过处理，它本身就是很好入口，经过炒过以后，它就会变软掉，就很好吃。我最近肠子不好对大肠才刚割掉，我不能乱吃东西，对不对？虽然很好吃但是还是吃肠子不好，我吃软一点的嘛。这个叫阿婆嫩豆腐阿公就要吃阿婆嘛，是不是嫩嫩的比较好消化我妈不会认为就说
你去创新是不对的，它还蛮符合现代潮流。你在大众的口味来讲，不一定适合，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有些许的改良。我们也希望不要那么的油，不要那么的咸，甚至那种传统的味精，我们是绝对不放的。刚刚这几道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菜肴，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创新的，像这种枣汁排骨。那枣子其实在苗栗地区盛产很多，它也是算客家的一个元素我们就这样把它结合。这一道菜在店里的反应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来这里不只可以享受到美食，你还可以稍微学习到一些文化还有可以读一点书，看看这个区块，对吧？花开富贵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艺术家老师，他也是酒过三巡以后写，哇，那个挥毫，看他那个气势真的是不得了。很多家庭他们会带着小孩，就会特别定这一个区块，因为他定了以后，就会常常会听到小孩子人之初性本善，你洗澡我偷看，但使主人能醉客知何处是他乡这里就是你的故乡很棒的故乡，而且这里绝对让你有回家的感觉。还推荐我的儿时鸡，推荐美味的客家本身。隔那么久又跟他再一次唱了这个无言结局，我觉得他现在不一样了，成熟了，而且又敢正面看我了。因为经历那么多他现在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真的很好老婆，小孩家庭他真的很幸福，所以我们很祝福他，也很羡慕他。当然他很有福气，他找到一个好老婆，他老婆真的是没话说。不管在家庭主妇，她是贤妻良母，在外她又可以帮他可以当好经纪人，当什么我觉得她是好幸运嘞。叫再爱一次，不是无言的结局，就是其实苏荣姐一直说《无言的结局》这首歌真的让她在演艺事业达上顶峰，对不对？歌唱事业，但是也让她的这个情感事业荡到谷底。到现在你看，已经将届50岁了。说可能是因为我唱的歌《无言的结局》永远就是都没有好的结局这样。我说好，那这一次我们唱的这一首《再爱一次》，那希望能够让很多的男人能够再爱你一次。在拍 MV 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真的是经过了那么多的岁月是比较稳定。他虽然还是小姑独处一个，我虽然已经有妻小了但那个情感的表达已经不是像以前那种感觉了。我现在其实自己这样回想，或者听到以前的东西，我会发现，以前唱的就是音色很美很干净无杂质，很没有情感。可能那时候的历练没有像现在。望着你含泪的眼眸又相逢，但愿你我就此承诺，思念不会寂寞，梦难舍难留，心的伤痛在念旧。我希望你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介绍我认识一下，好吧？请他也考虑一下。虽然出道那么久，歌声还可以那你有这个机会，你就要自己好好把握。虽然是现在唱片的销路不是像以前这么好，有时候上网就可以download下来没有关系，
你只要每年维持至少出片1张，你就是永远的冠军。大牛，你真的不简单，不容易耶！你看金曲奖歌王，还有台语国语耶，还有金钟奖最佳主持人呢！哇，真的你太棒了！我知道你现在在忙着拍戏，很快你就会来一个最佳男演员奖，加油！纵使过气，也不要丧气；纵使丧气了，也不要放弃。所以我们不要放弃任何机会。时间可以消弭一切不好的事情。好好的把握住每一个好的机会，努力打拼，坚持到底。分手时候我说分手，泪在流，心在痛。我不想好